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想開一個新嘅坑，我嘅童年回憶無面超人龍騎。故事開始，一個女士觸摸鏡中嘅蜘蛛絲，之後一隻蜘蛛腳將佢拉入鏡世界，喺附近嘅蓮即刻變身拯救佢。第二日，新聞社嘅社長帶九保調查最近嘅失蹤事件，派出咗真絲同玲子調查。之後，真絲獨自一人到失蹤案嘅現場，發現入邊用報紙遮蓋陽光，亦執到一個卡盒。喺呢個時候，佢睇到對面玻璃有一條紅色嘅巨龍，但係突然俾佢撞跌。其後，持有卡盒嘅真絲產生咗奇怪嘅反應，並睇到玲子被蜘蛛絲纏繞。喺另一方面，玲子想開車離開，但係因為鏡中怪物嘅干擾，車輛無法啟動。睇到呢一幕嘅蓮準備攞出卡盒變身，而真絲亦都嚟到附近。優衣發現佢奇怪嘅舉動，並詢問佢係咪蒙面超人。但呢個時候，真絲見到玲子有危險，即刻追上。突然卡盒發出光芒，將佢拉入鏡世界之中。蜘蛛怪物展開襲擊。目擊到呢一個情況嘅優衣示意蓮參加戰鬥，佢變身成蒙面超人夜騎，進入咗鏡世界，成功拯救咗真絲，並且提示佢同怪物簽訂契約。之後佢召喚自己嘅武器，不停攻擊蜘蛛怪物。龍騎都照版煮碗，召喚咗一把武士刀，但係瞬間被截斷。好彩夜騎召喚契約獸協助戰鬥，用上 Final Battle 轉爆蜘蛛怪物。結束戰鬥之後，龍騎問到底發生咗咩事，但係突然俾無雙龍噴出火球襲擊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， 我哋下次見。